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历代志下的共读已经完成一半，还有接下来的一半。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历代志下第21天，我们要请信吉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那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因为有你，让我们对于圣经更加的认识，让我们，能让我们充满得到你的智慧，让我们理解圣经的奥秘，也让我们更多的圣经共读的人来了解，圣经的美好。感谢你。我们献上感谢，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好，谢谢信吉。那在我们昨天读到历代志下的第18章到19章的前面，看到这一段记载在同样是在列王记当中的故事。这个故事讲到了就是约沙法和亚哈王的联盟来对抗北边的亚兰，就是后来的叙利亚这个国家。但是上帝定义要让亚哈王来得到教训，所以即便亚哈他千算万算，那但是终究失算，而也失去他的性命。但是这件事情呢，也让上帝差派先知，就是耶户先知来责备约沙法王怎么去帮助恶人，所以上帝的愤怒临到约沙法。那约沙法被先知被上帝指责，那约沙法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就来看今天第19章的经文第4节。那我们请这个信吉来带我们来读19章的第4节到第7节。好，约沙法王住在耶路撒冷，但是他定期出巡民间，从南部的别是巴到北部以法莲山区的边界，呼召人民归向上主，他们的祖宗的上帝。他在犹大各设防城，委派审判官。第6章对他们说：你们办事要谨慎，你们不是奉人的权威宣判，而是奉上帝的权威。你们宣判的时候，上主与你们同在。第7节，要敬畏上主，宣判要谨慎，因为上主我们的上帝不容许不义、偏私或贿赂。好，谢谢。好，先到第7节。那昨天的经文就是19章的一开始，看到上帝则透过先知耶户。那这个耶户是谁呢？哈拿尼的儿子耶户。那这个先知耶户呢，也曾经出现在列王记上16章。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先知去对北边的巴沙王说，巴沙是微不足道，因为他像耶罗波安一样犯罪所以上帝也要来拆毁这个北国的巴沙王。所以这个耶户这位先知呢，跟后来当王的这位耶户是不同人。但是这耶户呢，很特别，就是同时跑去北国对巴沙王警告，那也来南国对犹大王约沙法王来警告。那这样的警告呢，约沙法听了之后，他的回应没有直接回应，但是我们看到约沙法他是用行动来证明他所做的事情是为了神，所以他住在耶路撒冷，这是南国的王宫圣殿，但是他定期出巡民间。这是我们从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王一路看下来，第一个王会有这样的举动，就是定期出巡民间。而且呢，他的去的地方是从南边的别是巴到北边的以法莲山区。所以从这个地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南国犹大的范围，而这是北国以色列范围。但是呢，约沙法王住在耶路撒冷，他定期就是跑犹大的南边的别是巴到北边的以法莲，这个区域都是这个约沙法王他定期会去的地方。而且呢，他也在这个地方呼召人民归向上主，这个归向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也是他们祖宗的上帝，
就是这些犹大人他们的祖宗，并且呢，也在各设防城、和本番城、坚固城、设防城委派审判官哦。约沙法的名字本身就叫做耶和华以审判，以审判，所以他也知道上帝是施行，他的父亲帮他取这个名字，而他也活出上帝的审判，所以他在各个设防城，这个设防城再回到这个历代志下的时候，我们就有读到历代志下讲到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他发愤自强，所以他后来也来在各城修筑了坚固的堡垒，就是这个设防城。里面有什么呢？每一个设防城都有指挥官、军官，同时供给粮食、橄榄油和酒，还有为所有的城储备了盾牌和枪矛，使他们巩固哦。所以这些的设防城其实就是用来作战，或是驻守，或是保卫之用的，是为了保护国家。所以约沙法王他在这个各设防城里面有什么人呢？里面就是有军人，可能也有外邦人。里面呢，也有这些民间可能看外人容易进出的地方，所以他设立了审判官，对这些审判官说要办事谨慎。这是我们今天主日当中所读到的经文啊，就是这些审判官在治理、在处理这一些国人或是外人，或是这些军事上各样的事情，外交或是政治上面的事情呢，不是奉人的权威宣判，而是奉上主的权威宣判的时候，上主与这些的审判官同在，要敬畏上主，所以要宣判谨慎，因为上帝是不容许不义偏私贿赂，所以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是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城市，但是呢，约沙法王在耶路撒冷这个主要的城市当中，他也做这个事情，所以设防城是从别是巴到以法莲，围绕耶路撒冷的地方。那接着再请辛吉带我们来读第8节到最后的11节。好，第8节，约沙法也在耶路撒冷指派利未人、祭司和其他领袖做审判官，裁决违反上主法律的案件和民事的纠纷。他指示他们说：你要存着敬畏上主的心执行任务，要忠心诚实办事。如果从各地各城有同胞因杀人或任何违反法律诫命的案件呈到你们面前，你们必须小心指导他们在审判期间该怎么做，才不至于得罪上主，不然你和你的同袍会激起上主的诧怒。如果你们尽责，你们就没有罪。大祭司亚玛利亚对所有宗教案件有终审权。犹大省长以实玛利的儿子巴西蒂亚对所有民事案件有终审权。利未人应负责监督法庭判决的执行。你们要勇敢地奉行以上的指示，愿上主与善良的人同在。谢谢。那约沙法呢？他在耶路撒冷的以外城市的坚固城设立审判官，而且提醒他们，这些审判事情是要让人能够敬畏上帝，谨慎办理每一个案件。但是在他的大本营呢，他也找了3批的人，第一批人就是利未人，第2批人是祭司，第3批的人是其他领袖，所以有3权分立啊。利未人、祭司、以色列的族长，领袖就是以色列中的族长来做审判的工作，这些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百姓，也是跟王住在一起的。而他们所做的裁决就是违反上主法律的案件、民间的纠纷，所以里面呢，有包括等一下讲到各样的事情，这些呢都是由3权，由利未人、祭司和以色列的族长、领袖来做公正的审判。同样交代你们要存着敬畏上主的心执行任务，忠诚
忠心诚实来办事啊，所以跟这些的在设防城的审判官所交代是一样，而且你们城中的同胞若因第一个杀人，第二个违反法律诫命的案件呈到你们面前的时候呢，你们必须要小心指导，在审问期间该怎么做。所以是非常的看重这个司法案件了就是不能未审先判，所以这个约沙法他很清楚知道上帝他透过了民数记、利未记当中的要求，要人洁净，同时也让人有赎罪祭、赎愆祭，保障这个受害的人，但是才保障这个被冤枉的人，所以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马上的断定，但是他们却可以透过这一套的司法系统，透过这些敬畏神的利未人、祭司、族长这些领袖，他们能够与上帝一同来审判这些事情。若没有小心指导，在审问期间，这个就会得罪上主；若是合乎这样的程序，才不至于得罪上主否则就是约沙法对百姓说，这些的利未人、祭司、族长和同胞都会激起上主的愤怒，因为做出了不公义的审判，做出了不公不义的判决或是冤枉这个好人，会去让坏人逍遥于法外所以这一切呢，都是约沙法他所做的重大改革那这也是我们从扫罗、大卫、所罗门一路看下来，第一个王这么样子的认真在处理这些事情果然是名副其实约沙法的意思叫做耶和华以审判是一个完成式，上帝做了审判所以他一生也在活出这样子的呼召不论是在国内的各设防城，或是在他的大本营耶路撒冷。那约沙法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这些领袖尽责，你们就是无罪的，就是上帝所喜悦的。同时呢这三权分立呢都有最高的监督，大祭司叫做亚玛利亚那这亚玛利亚呢他在历代志上第6章利未人的族谱当中，这个名字就已经出现了所以在这里看到他的任务他管理所有宗教案件的终审权就是从这些设防城或是各地的这些领袖来的，最后他就等于是一个最高法院所以地方法院，然后高等法院到最高法院类似像这样。而犹大省长呢就是行政官是以实玛利的儿子西巴地亚，对所有的民事案件有终审权。所以我们看到有宗教案件、民事案件让我们看到的是政教是分开的，就是政治的归政治宗教的信仰宗教的归信仰宗教，虽然分开，但是在一个王的治理之下它是合一的，又是政教分离，又是政教合一。还有利未人这一群利未人呢，他们要监督法庭的判决的执行所以利未人呢穿插在其中，他也参与在宗教的案件，也参与在民事的案件所以利未人其实预表就是基督徒因为利未人就是这个被分别出来的长子，替代这个以色列长子所以他预表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呢关心信仰上教会事情，但是要关心民事案件，就是政治众人的事情。而利未人或是指这个约沙法对百姓说，你们要勇敢地奉以上的指示，愿上主与善良的人同在所以勇敢是什么呢？勇敢就是坚持行善坚持做上主所认为对的事情有时候呢去作奸犯科，做上主所不喜悦的事情，好像很勇敢但是呢其实他才是上帝眼中真正不勇敢的人。真正的勇敢呢是坚持真理，坚持做神所看为重的看为对的事情所以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情，而信仰也是上帝家里的事情，而两个看似分开，但也是合为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约沙法在被先知责备之后他做出了不一样因为他的父亲做什么呢？亚撒在年老被哈拿尼就是这个耶户的爸爸所以这一对父子都责备了这个王的2个父子这亚撒呢被哈拿尼来责备的时候呢，
他却把耶户的爸爸哈拿尼呢，把他关起来，甚至呢还去虐待百姓。但约沙法呢，好，他被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好责备的时候，他没有一样把他关起来，反而呢，好，他发愤图强，真的是发愤图强。好，他更关心民间，他不是把民间人民好苦毒虐待他们，甚至呢还教导这个民间的审判官，好，按照法律来审判，好，交代这些人，不论在外邦人，在上帝的子民的面前，都要让人看见公义，而来敬畏耶和华。甚至在他的大本营耶路撒冷，更是看到三权的分立，利未人祭司，还有以色列犹大的支派的各族长，他们都要来管理百姓的事情，让这件事情最后就是勇敢的奉行上帝的指示，而上主就与善良的人同在，或是同住。所以盼望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再次得到亮光，也得到激励，让我们知道如何从每一天所读到的话能够消化转化成为我们听到又能够去行到，就像是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短短的经文当中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只是关心教会，而要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关心众人政治上的事物。也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关心的过程当中，是能够根基在上帝的话语，按着上帝的真理来行公义，好怜悯，以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也祝福我们能够当我们被管教被责备的时候，我们能够痛定思痛，能够做出深刻的反省与检讨，如同约沙法一样，能够让上帝的公义良善透过我们的努力，透过我们的悔改，能够来见证上帝的美好信实。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信吉，大家，谢谢牧师。